同学们，童年我们有许多宝贵的记忆。今天，嘉玲和洛登就说起了自己童年的故事。他们的故事啊，很精彩，也很温馨。老主座，西北的是俺做错嘛啦，人堂前为实证下的蒙不月的，这里你做到落地年纪，让个兄弟着当着先生，当着我嘛，我这切话当。还将把多些领导。那种切就你这些来意。罗登，我老不心同学。哪儿碰？罗登，兄弟的这对，我兄弟真凶。我嘛的，西北的啦，真的月亮。我真觉呢，兄弟罗西个呢，我阿妈拿送，阿妈。切接来的，对的，切我都要不然么都。长把种在哪都？切容给同门偏同，爹记伢呢俺是说啊。哇呀！阿妈，切大大真的人都。大庄都啊，种子古董，俺也弄的切送了3万利用啊。阿妈，我切了10几年就上的。那种，记住去，我妈请过来啥子啊？罗登，那我阿妈啦来路些边来个当不的人。哈哈，我妈3个弟兄啊，你种人家是些娘。哦，这里阿皮些个的呀？罗登，阿怕这里是啦来个人了个，切容签啦看了年的要么多啊。哇呀，阿爸，你看了年我啊？阿姐，阿爸我妈干了句缺的。哦，别提。罗德，俺公差。阿爸，谁个这是的嘞？那俺让给来比熊不一样。罗德，大切切查查。西北对接，叶公个对菜机，南面那用，俺啦实证写句上。我妈这呀，俺从茶龙兄位刚把这啦当去的月的，今天呢，俺从干来些呢茶龙些月的啊，去的呢。俺就人家这样说。哈哈哈哈！那种同学们。刚才这段情景对话中，出现了一些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去公个雷木农的兄弟，他你撒巴拉记得。长大，长大。擦龙，擦龙。长大，擦龙，生日，生日，写个儿，写个儿。生日，写个儿。卡片儿，卡片儿。小鹅，小鹅。卡片儿，
想我。同学们，你们能用今天所学的词语造句儿吗？我会一天一天长大。今天是爷爷的生日。我的生日收到很多卡片，但是我更希望是蛋糕。보충 소매 남제제 샤셰 체주나 야캅 중의스 차도 셰비 보충 소매 라자라 지르종네 템베 셰바다 야캅지 보충 소마라 템베 남제 샤셰제 레와 소레 보충 소매 남제제 샤셰 체지 레와나 당보 롱구르람지당捐给桑马下就女把张把den tụp当没拉给下月把松把这次称颂当罗用兰边线，日把该学时查当帕马拉相凶，俺把用正面不当学生拉自送下这距离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。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公个卡达呢，他年三八卡心多，但俺记他年三八得到下熊西下。长大，长大。살 롱， 살 롱。长大， 살 롱。 生日，生日。शेकर शेकर 生日， शेकर 卡片儿，卡片儿。想我，想我。卡片儿，想我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热里打点木机。네모지老主座，左面演车一档用那这一个呢，好用个用错的这里些八个时候，等着些呢，前年啦给你好了一连接出去给这里些比，人你比他去多比过个月。